台湾的疫情较平稳咯，旅游业者嘛准备要重新来出发。上大先要推出的就是防疫旅游。今仔日导游领队甲旅行社组成的教学示范团，到新北市的观音山去看点，为就车进行的消毒，到车顶到景点的防疫，拢总来行一届。若国外旅游暂时无要来开放，交通部嘛甲禁令延长到6月底。这是西车哈。要不要坐前面？多久没出团了？啊，好久了，我不敢讲。疫情趋缓了，旅游业者也蓄势待发。这个防疫的示范团呢，今天也率先出发了。首先上车之前，一定要先经过量体温，还要戴上口罩。车上的防疫指引采取的是固定式的座位，而且是梅花座的排列，一台车的人数通通减半。这野位拢有隔开，避免近距离的接触。资深导游一面解说，嘛将台湾防疫变成导览带团的一部分。防疫旅游以户外景点为主，伫外面喙烟袂当小摕偌济。不过，若是室内景点呢，同款是爱关喙烟。对单一出入口进出，伫安心旅游上路了后，民众要出到防疫旅游的指引，成本恐惊嘛爱提悬。一台车的车钱可能是1万多块。40个人去做这台车摊除，跟20个人做这台车摊除，当然会比较高一点。团体旅游用餐的形式嘛要改变，对10个人合菜变成是5个人一道的套餐，希望降低分组感染的风险。旅游市场回温对国内旅游开始做起，若是国外团体旅游，交通部将禁令延长到6月底。短期内民众也是无法度去国外旅游。